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舉手不回。今次嚟到星期日沙田日賽，場次多，焦點多，亦有幾場級制賽，戰況激烈。第一場第四班草地1100米，1號江南勇士由莫雷拉策騎，3仗兩段數據靚，加上穩定走勢，正選之選。2號爆出美麗配潘頓，3場分數一致，有放球條件。3號東方飛影表現穩定，排好檔可走內欄發揮。5號烽火行雲末段時間快，有後上爆冷本錢。第二場第四班草地1002米，6號特別美麗3仗加有兩段快段，配合明年出賽，形勢貼合。2號拍馬難追由莫雷拉策騎，兩段3連紅，勝望甚高。14號金創福威亦有穩定做快段，配陽明鄰具追擊力。9號幸運多彩有末段腳法，值得列入冷腳。第三場第四班草地1004米，9號標之星河由潘頓策騎，3戰兩段快段極出色，為今場之選。1號綠野飛馳連場紅字數據，跑法主動。4號博愛先鋒末段能力強，走勢回穩。5號人人有餘雖然早段平平，但兩仗兩段支持，後勁有望。第四場第二班草地1004米，2號開心寶寶由潘頓策騎，3場皆見兩段快腳，形勢絕佳。4號勁進輝煌亦連場兩段突出，今場步速配合可望補中。5號武林密碼紅字支持兼檔位靚，可列作次選。1號神虎龍區亦見走勢回升，可留意。第五場級制賽草地1002米，1號嘉英高升由潘頓策騎，3仗紅字支持，末段快腳極強，評分爆燈，有力一放到底。2號李健夢境由莫雷拉策騎，3場兩段快腳支持，長力後上具威脅。6號驕陽明區末段與兩段兼備，步速快亦能應付。9號幸運有你後勁強，數據全面進步，屬穩中求勝選擇。第六場第三班草地1002米，4號真心傳奇由潘頓策騎，3仗皆為兩段快段，表現搶眼。3號增強跑法靈活，做快段穩定，具正選資格。9號天星亦屬3仗兩段街馬，追勢好。5號非凡達亦有紅字及末段力，可列配腳。第七場級制賽草地1006米，2號遨遊氣泡由麥道朗策騎，3仗數據極穩，末段力強，配合慢步速極具增勝條件。12號祝願由霍宏星策騎，3場皆見兩段快段，腳法極強，有力後上。5號美麗同享亦有兩段快段支持，近仗做好，有望再進。6號標之銀河步速稍慢下有空間補中。第八場級制賽草地2000米，11號自由島由川田張雅策騎，3場評分均見紅字，步速預計合拍，後上有剎着。10號球星由布文策騎，末段爆發力強，3仗皆見紅段，後追之才。8號智取神區3仗皆見兩段，表現連貫，可列首本。5號贏家配潘頓出賽，雖未見數據，但策騎加持值得重視。第九場第三班草地1006米，6號99為專由艾杜拿策騎，3場評分皆紅，兩段做快，信心之選。11號鐵金剛跑法穩定，兩段能力出眾。10號共享富裕由莫雷拉策騎，近仗兩段極快，可補中。5號金盛明區亦屬持續穩定型，配腳可試。第10場第三班草地1004米，3號銀亮奔騰3仗做快段，加上末段力極強，今場潘頓配搭值得信賴。4號安泰3場兩段極穩定，形勢合拍。10號大眾福星由莫雷拉策騎，數據支持明顯。7號紫荊歡呼亦具後勁，不容忽視。